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上卷9章27节到10章的第8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的第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清气家己啦吼。为什么祭司咧进入圣殿服侍上帝的时阵，需要家己清气家己？这个洁净的礼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其实咱拢知影，这是旧约祭司的礼。这个礼仪的规定，其实拢伫摩西的时期，是讲咱讲摩西的法典。是摩西所制定的一个规定啦吼。咱来想看觅吼，除了讲，咱讲摩西的五经是对上帝的启示来以外，敢阁有啥物款伊家己的经验互伊会安尼来规定吗？当然是有啦吼。咱倒转来伫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第一摆拄着上帝的时阵，这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5节。上帝甲摩西安尼讲，你毋通阁进前，你着爱将你骹的鞋来脱起来，因为你所踮的所在是圣地。摩西伫西奈旷野咧牧羊，穿着牧羊人的草仔鞋，安尼讲凉鞋吼。这个骹一定会垃圾，就算讲伊甲鞋脱落来，基本上骹嘛是垃圾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求摩西脱鞋嘛无一定是清气吼？除了咱咧讲鞋是一定比这个骹较垃圾以外，基本上应该是讲，阁有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啦吼。上帝爱摩西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迄个圣洁的迄种的意义啦吼。所以咱建立着迄个进入上帝的住所必须爱清气家己的这个礼啦吼，所以自洁吼。这个礼仪延续落去，一直到伫祭司服侍的规范的中间是真清楚。咱会当对这个利未记也好，特别是申命记内底有真侪讲到遮个部分。咱也看见约书亚记第5章13节。上帝的使者就是咱咧讲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讲，伊讲你将你骹的鞋脱落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这个传统就是摩西拄着上帝的时阵迄个传统。昨昏咱讲是迄个三恢复的节期。人做悔改基本上是种伫信仰顶悬，咱咧讲的洁净。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迄个歌词是安尼写，伊讲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所有的罪拢洗清去，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咱必须爱脱离迄个污秽垃圾的罪，安尼咱遐的罪才会当去互洗清气。咱互上帝来赦免。近代有一寡教会无阁使用这个樟树花，也是烧了后的这个樟树花的灰因嘛无爱烧啦吼，因为可能环保的关系，还是讲环境的改变吼，所以无有即种樟树花的花的时阵，因嘛无想讲要去买现成的有人咧卖迄规罐的吼。所以有的教会就改用橄榄油啦，用橄榄油会使无？
对心底决定来决志来顺服上帝，这个是毋是会使？其实橄榄油，橄榄油是代表洁净，医治迄个功能甲意思。所以真侪悔改咧讲诶，毋是迄种表面的三灰夫、禁食、穿毛仔衫痛苦低哭安尼尔，是来爱对心底决志来顺服上帝。顺服上帝透过伊诶奴仆撒母耳所交代伊诶代志去做，这是扫罗王咱所看到诶。伫今仔日诶经文中间，扫罗还未去互设立做王诶时阵，上帝诶奴仆要透过即个撒母耳甲伊交代，爱顺服。是啊，洁净表示咱要甲即个歹相离。因为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7章所讲诶，咱信甲无信诶人袂当担共一个担。基本上，即段经文有真侪人用伫即个婚姻顶悬，实在是无啥适合。听过真侪基督徒诶家长引用即段诶经文来劝囡仔毋通嫁娶非基督徒。其实伫遮所咧讲诶是一个属圣洁甲无圣洁诶人，意思是讲，一个是属上帝，一个是无属上帝诶人。咧做伙做工啦保罗提醒外邦诶教会哥林多，着爱避免甲当地即个风俗结合，爱离开遮诶事。伊是咧讲着遮风俗拜偶像诶代志。时常咱拢会听着基督徒讲别人拢安尼做啦，有诶教会嘛安尼啦，无人会检举啦，无人知影啦我相信圣洁洁净家己，毋是因为别人有安尼做无，搁较毋是因为别人看袂着，乃是咱家己甲上帝诶关系。好，咱亲像耶稣咧讲祈祷，讲咱伫入去肉房甲上帝诶关系啦摩西伫西奈山顶悬，第一届拄着上帝诶时阵，嘛无人伫伊诶身躯边但是却是实际上伊甲上帝建立关系诶基础。所以会当家己清起家己诶人，才会当去拄着上帝，才有办法去朝见上帝，并且甲上帝建立迄个死正诶关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27节到第10章第8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节到第7章的第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洁净自己。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有规定说祭司进入圣殿服侍的时候需要洁净自己？这个洁净之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定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其实就是规定这些祭祀之礼，就跟礼仪的规范很多的行政规范一样，都是出于摩西的时代，是由摩西的领受圣灵、上帝的启示所制定的。摩西对于上帝，除了他领受上帝的启示之外呢，当然这当中还有他自己的经验。我们必须回到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第一次遇见上帝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5节，上帝告诉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摩西在西乃的旷野牧羊，他穿着牧人所穿的草鞋，我们说凉鞋
那这个脚是一定会弄脏的啦哈，即便是脱了鞋子，这个脚还是脏的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要求摩西脱鞋子？如果脱下的话，这个脚还是脏的呢？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鞋子是一定比脚脏的哈。那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摩西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那种圣洁之意，或是说对上帝的尊重。所以因此建立了进入上帝的处所，就是圣殿，必须要自洁的这个规范啊，这个礼。这个礼仪呢，延续了下去。除了在祭司服饰的规范的这个规定当中，非常清楚以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传统出现，就是在约书亚记第5章第13节，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约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他跟约书亚在讲话的时候，就对约书亚说：“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昨天是斋戒月的第一天，是撒灰节，是我们在教会传统上面所谓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仰上面的洁净之礼。悔改认罪是一个捷径。有一首诗歌，取名叫《十字架》，但歌词当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脱离那种肮脏污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洗清洁，被上帝来接纳赦免。现在有些教会已经不使用所谓的橄榄枝，或是说焚烧橄榄枝，也许因为这个环保的概念的关系，那所以就没有棕树这个灰了哈。就没有种树灰现在有些教会他们不使用这个棕树枝，或是他们因为环保的原因不愿意去焚烧棕树枝，因此也就没有上一年度的这个棕树烧完的灰可以使用他们也不想去买那个现成的他们认为这个现成的不是实际的东西，所以有些教会就改用了橄榄油因为呢橄榄油它有这种洁净医治的功能以及那个意义。认罪悔改其实很重要，是它不是一种表面的洒灰的动作，它也不是只有一个禁食的行为，也不是就借着穿麻衣痛哭这样子的外表行为而已。这个认罪悔改或是洁净，是必须从心里面决志来顺服上帝的话语。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到第10章的记载，扫罗在刚刚受到呼召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撒母耳就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还能够谦卑愿意顺服上帝，透过仆人撒母耳对他交代一切的事情。所以顺服本身也在表达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洁净，就没有杂念没有自己的思想。是的，洁净表示我们愿意与恶脱离，跟主亲近，跟上帝亲近。如同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7章的经文这样说：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恶。
基本上这一段经文用来说婚姻是不太适合的哈。我曾经听过很多的基督徒的家长都会引用这一段经文来劝告自己家里的孩子不要嫁娶所谓的非基督徒。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意思就是说同负一轭就像牛在拉车，两头牛一同拉车。如果说一只是用牛，一只是用马的话，那就会有问题啊，因为两个是不同的动物啊。那这样子的经文是在说，我们不能跟不一样信仰的人在教会一起同工，或是做同样的事情。所强调的是属于圣灵的，属于上帝的，与不圣洁的是属于这个撒旦或是邪恶的，或是我们说偶像崇拜的。但保罗提醒外邦的教会哥林多要避免与当地的民俗风情结合，要远离那一些事情。时常我们都会听到基督徒说别人都这样子做啊，有些教会都这样子啊，或是说又没有人会检举啊，又没有人看到啊。其实圣洁洁净自己不是因为别人有没有这样做，更不是因为别人有没有看到，而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在密室里面的祷告跟上帝的关系。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第一次遇见上帝的时候呢，身边也没有人啊，也没有人看见啊，他大可以不用脱鞋啊，反正脱了脚也是脏啊，是不是？但实际上那是他自己与上帝建立正确良好的关系的时候。所以那是一个基础啊，能够洁净自己才能遇见上帝。在摩西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洁净自己才能够有办法去朝见上帝，并与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